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谈大家做过来捌一日。过去有一句话讲，好洋叫摒输新台票，意思是咧更替过去选举有买票的文化。讲到好洋车的候选人，上尾所摒输买票的候选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叫歌谣叫第三条洋叫的叫。叫就是大声话声意思，咱讲大声叫，卖当形容咧找人，像讲恁老爸咧叫你。卖当讲是有车客的意思，包括到亲像养家、养车、养叫甲车价。另外卖当讲是请人来付出劳动力，像讲叫车、叫菜。叫卖当形容是称呼人的名，像讲我叫阿忠，万个讲是称呼，像讲阮两个虽然是顶下伙啊，也毋过论辈我是叫伊阿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这拢是形容声音的声响。头一个读做嗨嗨叫，这是形容痛苦的声，或者是无欢喜咧念的声，卖当讲是嗨嗨惨。第二个词读做嘻嘻叫，这是形容吵闹大细声，卖当讲是嘿嘿叫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形容声响的词，像讲夹夹叫、叫叫叫，这拢是形容足吵。啊，那咻咻叫会当形容风声，或者是人的话声。另外，还有哗哗叫，这是形容你咧寒的声，像讲人咧困，就困甲哗哗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外口听到有人咧嘻嘻叫的声，一个出去上细看，有人咧嗨嗨叫。原来就是有机车骑士无细力倒车累残，大家挖过去倒骹手，刷来替伊叫救护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叫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